来关心治控制署 APEC 会议即届伫秘鲁举行，包括美国总统拜登、咱的领袖代表林志基要住在饭店附近，即马拢有部分的维安进驻。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届嘛会到位，而且伊会带中国400个商界代表去秘鲁进行访问。治控制署秘鲁 APEC 场场，伫美国总统拜登要住的 JW 万豪酒店4周回已经停班乌头车。根据了解，秘鲁政府伫拜登到位了后，就会封街路，饭店正对太平洋海峡，也有秘鲁军舰。要带400个商界代表到秘鲁进行各处访问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住在饭店，依然是正保密。是台湾的媒体哦，但不是一家媒体是吧？你是哪单位的？我们是中国代表团的。哦，所以主席下榻这吗？这不好意思，不能告诉你。不能告诉我就是了。台湾媒体伫饭店外口翕的时阵，引起中国代表团人员关心，不少中国人也进出饭店，由中国高级品牌红旗车接送。维安警力进驻咱代表团饭店，佮出动车底检测镜确认出入的车无暗装玻璃物。大地秘鲁大商表达希望就 APEC 和代表之间加强互动，增加经贸交流。贸易方面能跟秘鲁再多加增加，台湾的厂商啊，台湾的一些知名大公司在这里的能见度是很低的。如果有兴趣，这也是一块我们不能说是处女地吧，但是已经遗忘了很久的地方。经济发展还有双边的贸易额持续增长之外，代表处尤其我们政府对于秘鲁的社会这个援助的这个过程呢，我们也花了很大的一个心力。我们的台商呢，在这边已经有一个新的一个投注的一个这个计划当中在进行。驻秘鲁代表张友祖表示，台湾努力伫秘鲁展现台湾 Can Help 精神甲行动，对两国未来发展是正面乐观的态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